第三章，兄弟啊，我从前对恁讲话，袂为将恁当作属灵的，只得将恁当作属肉体。伫基督内是婴仔，我是用奶饲恁，无用饭饲恁。迄时恁袂会食，就是现今也是袂会。恁犹原是属肉体。因为伫恁中间有怨妒、纷争，这兼毋是属伫肉体，照世人的款式行吗？有诶讲我是属保罗诶，有诶讲我是属阿波罗，这兼毋是恁甲世人相款嘛？阿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。照主所赐互因逐人诶，因带恁相信。阮栽种，阿波罗浇灌，只有上帝互伊成长。可见栽种诶算不得什么，浇灌诶也算不得什么，只栽伫迄个互伊成长诶上帝。栽种甲浇灌诶，拢是一样。总是将来逐人要照家己的功夫得到家己的赏赐，因为阮是甲上帝同工的，恁是上帝所建造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厝。我照上帝所予我的恩，亲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根基，有别人伫顶面建造。只是逐人着谨慎，怎样伫顶面建造？因为迄个已经立好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以外，无人会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、银、宝石、草木、稻果，伫这个根基的顶面建造，逐人的工程的确显露。因为迄日子要将伊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个火要试验逐人的工程怎样。人伫迄个根基顶所建造的工程，若留得条，伊就要得到赏赐；人的工程若受烧，伊就要受亏损。家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。就是亲像对火内经过一样，恁敢毋知，恁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灵踮伫恁内面吗？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确毁坏迄个人，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，这个殿就是恁。人毋通家己欺骗，恁中间若有人。伫这个世界，家己掠做有智慧，倒不如变做愚拙，通正做有智慧的。因为这个世界的智慧，伫上帝看是愚拙。亲像圣经顶记着讲，主互有智慧的，重家己的亏价。佫讲，主知影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。所以无论一罪，拢毋通掠人夸口，因为万物拢是恁的，或是保罗，或是阿波罗，也是基法，也是世界，也是生，也是死，也是现今的事，或是将来的事，拢是恁的，并且恁是属基督的，基督佫是属上帝。